中山同惠州到底邊一個城市比較好啊？我哋同你吹下水啦。中山咧嘅機會咧就多過惠州嘅，咁兩個咧都係普通嘅一個地級市，都係靠近深圳，但係咧差好遠㗎。中山咧就挨住深圳目前最核心嘅一個區域，好似前海啦、南山啦、蛇口啦、寶安啦呢啲地方。深圳咧係一路向西部發展，中山咧就係向東部發展嘅。咁兩個城市交接嘅地方咧，未來發展肯定會越來越好嚇。你而家仲去買深圳西邊嘅樓，咁邊個都冇辦法救你嘅喎。而且廣東省要發展黃金內灣，邊有惠州咩事啊？如果你唔知道咩叫黃金內灣嘅，咁同大家普及下啦，就係沿住呢個珠江口岸嘅城市嚟發展嘅嚇。咁其中包括咧深圳、廣州、東莞、佛山、中山同埋珠海呢6個城市咧，亦都係未來大灣區嘅頭牌嚟嘅。咁再講翻嚟中山啦，目前咧有修緊地鐵。27年通車之後咧，可以直達廣州嘅珠江新城嘅嚇，而且深中通道咧已經通車啦，坐巴士咧可以直達深圳前海嘅，未來咧仲會新增一條深圳過嚟中山嘅地鐵添。坐地鐵從前海過嚟中山都係得15分鐘嘅時間。你再睇下惠州啦，挨住深圳最差嘅區域，條地鐵咧講到爛啦，都冇乜動靜嘅。惠州啲樓咧成日好似鬼死咁空，入住率得個2成。惠州近6年啦，每年都成交11萬套新房啊，啲庫存咧多得滯啊。中山就唔同啦，每年咧新房庫存得個5萬套嘅啫，所以咧中山啲二手流通性啊會好好多啊。仲有啊，中山咧啲教育水平啊已經連續多年都係廣東省排第1㗎啦，惠州咧係排第7嘅，差距都好遠㗎喎。所以咧我建議你惠州嗰度咧就租屋住下啦。間中度下假旅下遊冇乜問題，但係千祈唔好買樓，買咗咧未來都冇乜流通性嘅。咁如果你係想定居嘅，肯定係揀翻中山啦，而且交通又方便。想了解中山嘅朋友，評論區回覆啦。